台南市北区中西区议员陈怡珍上午伫10外位女性伙伴的陪同，完成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的初选登记。10外位年轻的女性排几排，其中有大学生、研究生，甚至青年创业的代表、新婚家庭、新手的妈妈等，大声来呼吁支持现任的优质女议员。唯一支持陈怡珍，唯一支持陈怡珍。今天非常感谢有非常多跟你我一样在热爱台南，在台南认真生活的女性伙伴们陪我一起来登记那有大学生，那有边工作边上研究所非常认真的女孩那也有新手妈妈，还有刚刚在台南展开新婚生活的女性那还有非常成功的青年创业的女性。那更可爱的是，还有一位才刚满1岁的小 baby 我想我们都会努力能够为可爱的孩子打造一个快乐成长生活的环境。那非常感谢我们有非常多位在台南认真生活的女孩们跟我一起来登记。那我想我们会发挥女性非常温暖坚毅的力量，继续为大家努力打拼那我想怡珍在议会虽然资深，但还是年轻那有专业有经验。那我想每一次在议会也都获得评鉴的优质议员，所以爱拜托大家和认真专业的怡珍，咱继续伫议会为大家服务甲拍拼。接续还有南区、安平区参选的新人林依婷，伫个厝内人的陪同，一路对服务处用行路到东部来登记。林依婷表示，完成登记是责任的开始。以新人的姿态，将遵守党的纪律，绝对袂让党甲支持者来失望。今天就是由家人陪同，那我觉得登记就是责任的开始。那我现在也是正式成为民进党的参选人。那我想日后如果有机会可以当选，那我日后也绝对会以安平南区健全发展为日后质询的重点。那再来就是民进党的纪律跟团结，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之后如果真的有机会也可以成为民进党籍的议员的话，我绝对会以党的纪律为首要目标，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党及让支持者失望的事情。到25号中昼为止，目前完成民进党议员初选，总共有43位。东部预估5点杂志将达到50位左右。各区出现参选复杂的情形，呼吁参选人要理性来竞争。目前为止就是4天半的时间一共总数到大概中午是有43位来登记了。然后因为这一次初选应该是受到比如2020总统大赢，还有我们4个不同意，台南也是得到全国最高的支持度了然后所以这一次很多新人就是非常踊跃的出来参加这个党内初选，党内的这些同志都是非常优秀啦，应该都是本着说就是阐述自己的理念，争取选民的认同。至于说攻击，我觉得应该是不会了，大家都会自我约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